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南投德山的指南宫，今仔日开始发青仔年的招财钱宝。这个排队的人超过8公里长，至少有9万人排队要来领钱宝。抢到头香的是为高雄来的陈先生，2天前就来排队咯，摕到钱宝的迄一刻，欢喜甲袂顾哩。排队往左靠，后面的。 真正是有够合的，排队领钱宝的人是8公里长，对空中还阁看袂到尽头，民众找无停车位，只会当停伫8公里外，才阁行入来。哎，你是从哪边来的？屏东。屏东哦，特别来这边。对。3、2、1，好，开始啦9点一到，指南宫开始发放发财钱宝。这抢头香的陈先生，30下晡就对高雄来排队，摕到特种的钱宝，非常欢喜。很开心，很兴奋。 早起来都排到1000多号。好，新年快乐！好。今年排队来领钱宝的人是增加真多，庙方估计超过9万人。原本是前600名当摕到套币，庙方搁再加码加送200套。今年的鼠年哦是财金七年，所以大家拿到了这个纪念币啊，钱母哈要特别珍惜，把它带着，因为今年效果会特别好，会比往年会更好。 看你啊，15度的低温，民众唔惊风，唔惊雨来排队。元旦下早啊，雨停啊，发财钱宝嘛领到啊，一切辛苦拢有价值。